看头哦。你不要吓我！对啊，摩拳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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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不容易，让谁你哈？仙女自家怎么对你好的？哎，自己拿几杠音了哈，不要蛮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已经做好，他们已经过到圣诞节了。没有蛮杠，带一类啊，加分。哎，卵，人家等下手桂花，成败关键手曹伟你了，所以你等下拿来炒。好了。我觉得卢云姐感觉知道，师傅提啊，也在讲唔低呢，对呀，你是不是浮夸系的感觉？是啊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对不对？伊有你跳的话就会舞的，它就会酷啊，就同来同来认真汹涌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给你李炯一个自主的衣服，也跟妈妈创造难得的回忆。对啊，他第一次上来台北找我，亚优盘呢？第一次。卢云姐，为什么你都没有上来找他？伊唔会主班啊，哦，他让你这样在节目上爆料他。嘿，冇要惊啊，佢听唔打假班。因为字幕。哇哦，最近嘅客家香晒嚟咯！炸裂张伯谦，人家自主来最强。哇，今天大家很有动感。嘿嘛，係廿 Q 嘅一種感覺是都來咧，啊，叫念到中白看是這用力啊，是有私人情緒是不是？冇啦，應援其實本來是安用音來的啦。有咪師傅真嘅都厲害耶，唔但將會駐吹，哎呦你看還會又會挑撥應援，厲害。哎，今天一家自主來音啦，啊哦，雙冠王要來炸裂一家自主的啦。沒錯，老朋友。係到2024年嘛，台灣演唱嘅流行歌曲大賽當中，是我們客語組的雙冠王哦。你知道這多難嗎？所以等一下出來的時間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買紅布幫他鋪一下。不用，因為講到紅布，我們這邊也有。好，兩條，也有戲唱，因為人家導演呢，係苗栗嘅客家舞係帶帶媽媽共下來哦，而且重點是，人家都係設計客家花布服裝的。哇，非常厲害，而且他們家有3仙女，加上媽媽4仙女。他今天只派2個來，哦，我們就讓他加入他們。跳舞很厲害的。哦，弘揚的戴範成小戴師傅。哎呀，等一下哦，該洗波的動回刀。哦，3個呢，你不要輸人輸陣哦，哈。青耳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鳳嘅台。炸裂青耳鳳，炸裂青耳鳳。什麼蛋啊？動好。好，嚟分享到呢鳳吹潛水站係來自苗栗銅鑼嘅張如雨以及徐新麗分享。係啊，大家好。哇，媽媽講，我也沒講。係哦，姊妹檔哦，像姐妹哦。係冇，阿通講苗栗出獎嘅什麼誒？錯。撒哈拉冷吹啊，分享到應該係喺現象當中動手有叻提起嘅朋友哦，佢哋係雲林島南嘅表兄弟，佢哋係林敦成、黃志佳。紅毯，哦，高峰來。真的，歌王再加上敦成呢是導演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拍樣片，又拍樣片，自媒體的人才。對，我們一個一個聊，你們都太厲害了。我們先聊這邊的花布服裝的部分。盧雲姐佢本身係做美容師講師，難怪你的皮膚這麼好。我邊講邊健康，就要請如雲對來親愛。OK，冇問題。剛剛楊妹也厲害，新麗你係做那個服裝設計啊？客家，客家有秀出來，對不對？這個是你，哇，是你做的，跟你，伊設計，伊設計設計，也是他自己本人。哎，這個風格很，因為左邊的那一張是比較，你知道，就是他們看得很開心的，而右邊是比較洋裝型的。就係在日本你做嘅呀你啊？哎呦，展現一下，轉一看，好厲害哦！都有睇到好用搞。新令一本訓呢，學這種服裝設計的是嗎？不是，所以你算自己自學的咯？嗯，對，其實哈，佢按樣想法係我媽媽，家姐婆，4年前不平嘅時候，佢就想講，佢講到就話嘅上到阿婆佢細細嘅時候，我提亂我媽媽當我改衫褲，
就特别要做sản婦比較早，佢就有安樣嘅想法講，我傳承下去講，阿婆安樣嘅精神。親有心的，對對，你萬答心咯。好啦，我們給新弟一個鼓勵。阿婆已經知道青沙片用暗號嘅筍咯。點乜嘢呢？你做出來幫阿婆都甜當看。不，待會會是阿婆的拿手菜嗎？沒有酸，沒有酸黑暗的哈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基本上我們這組已經算是冠軍了啦，這已經算冠軍。你們男生怎麼跟我們比呢？我們比唱歌好嗎？來，現場就再展現一下嗎？來，先吃一下，先怕這個浪費嘞，幹嘛給浪費？不是歌唱比賽，我再講一次哦。來，也係刁難嘅70懷念嘅米果。你現在講的是趙安克嗎？現在係70人嘅後子米、後 Q 米。哎呀，總統沒有試過哦，有好些嗎？筍子的哎。係啊。而且他改嘅中料懂啲邊，從這邊哈。有一些喉嚨咪啊，太甜。對。莫跟他講到趙安克，你兩沙本身咩講趙安克吼？莫嗌原本係講刁難啊，刁難係有4種還是3種都係客家種。錯。佢創時間係就小概講，佢今年嘅嗰那種原創客語組的雙冠軍，對，用嘅就係趙安克來創造。了解係啥戲嘅呢？對。哦，好，沒關係，不管係創國誒，還是影像專業做產婦美容的，哎，是不是都沒有跟煮菜有關的？對呀，大家來參加才藝比賽嗎？好啦，冇相關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設計 PK 賽。嘿，不記得那分數。我們就馬上先來進行呢個 PK 賽嘍。詳情邊看啊？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婦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。PK 賽當中呢，都好了6樣嘅時節，我一個半夜班嘅哈，鼓手 Andy 有輪用嘅咧。嘿，我來慶祝中秋節啦！哎呦，這個手舉得好酸。等一下比較哎，就係這技巧的部分，我們要來比賽，看誰最會剝柚子。啊！我的柚兒做某兒動身體，小朋友動好高啊，對不對？但是我們等一下主持人沒有參賽哦。哎，搞不好我哪有公人天4級？你的耳麥什麼時候在的？好了，等一下接力來完成剝跟柚兒。好，重點就係一聽話要冇個牽到，所以這切的時間挑着料先去切，對半切狗以後，然後旁邊畫刀，好不好？我會啊。各就各位咯。好，然後第一棒先來就位，好來。好，大家已經準備好咧，我提醒一下，等一下本師傅發現到你冇兒哈，就是不安全，沒辦法上路啊。是。好啦，這個90秒鐘。好，冇問題。大家準備好嘞，3、2、1，搶快去。開始。可惜。還有哦。你是有殺過豬哦？哎，我們可不可以3棒同一個人啊？我們不用很多刀，沒關係。紅雞蛋牛飯已經切了。哦，開始嘞，2片熟圖係強壯的哦。中在團哦，我們很棒，媽媽就是厲害。他們先斷一節，我們先加10秒。我們已經先慢慢來，慢慢來。很棒哦，很棒，不能夠被加10秒就好了哈，加油哈！走對了，走對了。哎呦，走對了，走。哦耶，哦耶！停一下。第二。我走。來，那邊。第2棒比較有看頭哦。你跟下我。對啊。Go！別，安錯。不容易。中間該。這裡最危險，這裡有誰掉？哎，姐姐。走對，下一位。很怕，慢慢的。怎麼會這麼累？非常優雅。聲音最強大。仙女。保留完整。自家，姐姐怎麼對你好的？哎，自家人啊，請干音啊，哈。自家，你要找我拍 MV，這時候應該要禮讓我一下吧？沒關係，我們是多送幾顆柚子送鳳梨啊。好，基本上這是一個很高級的比試。哦，哎，他剛又發現到自家臉紅了呢。所以這裡最小心，這裡要最小心哦。不用下來走。
慢慢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已经做好，他们已经过到圣诞节了。对啊。慢慢，你有没有干？带鱼类啊，加分。哎，亮！我帮你啦。我玩过。没有对，下一个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没关系，心里唔怕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怕啦。一枝独秀，错，让亚哈给色客家花布。错。那我们现在可以不用穿围裙煮菜，是哈，对。等一下，我们心里很厉害耶。对啊，他应该第一棒啊。我刚才在干嘛？不应该让主持人加入这个。这个是阿公教的。哦。结束。师傅抢球杯，来。风水先来检查一下。兩隻冇問題。那個真係有問題，兩隻冇問題。其實動翻錢啊，來看一下攬水嘅。好，兩隻冇問題啊。你那個練那麼多，半應該要加1分鐘。你那練成在10秒合理嗎？也要難聽，正經要難聽。咁個先公佈一下攬水好咧，攬水係3分44秒，咁個加上而家係3分54秒。啊，風水用嘅時間係10年哈，來攬水得到1分。但是我真的要幫女生說一句話，因為你的指甲比較貴，所以今日還蠻掉。好，稍稍來看一下題你配合了。那個半夜時間呢，除了是幼兒營哦，還有朋友。哎呀，所以呢，要去烤雞翅。錯，等一下聊雞翅有沒有2節翅，我們要來去骨。那麼剔掉嘅技巧部分，聽下。好了，從你要中間你要剪，好剪不給打開來，然後剪了時間那給按緊弄下來的時候咧，弄下來送下的時候咧。所以等一下師傅發現到哦，該鈣皮哦，咁就染控哦，或者摸翻菌，所以加5秒鐘。啊，韓國是去它前面2隻哈觸掉，該骨頭之後咧。好，水線走胎3家雞翅人是 cash 投標工結束，我們就結算秒數。來嘍，3、2、1，繼續開始。聲音哦。但這要考驗細心哦。尤其佢間用合撲嘅地方啊，你要剪嘅時都有聲音。聲音不調，這旁邊不要被刺到。好，按差不多做得咧，往另外一邊哈，剝香蕉啊，用啦。剝香蕉就把它剝開來，哎，就剝開來。用腿耶，用腿耶，嘿，是上幾樣用腿耶。哎，轉一下呢？轉出來。反方向熬是走的。嘿。哦。下一個。慢慢來，唔是這樣。用吧。走的，動強力哦，自家越來越上手嘍。很好。走的，自家你最棒，炸裂自家。我们这边有消音的，因为我太自尊心大受打击。成败关键是曹伟音了，所以你等一下让他炒。好了。我觉得卢英杰感觉知道。师傅提啊，人家讲唔低呢，唔低啊。你是不是浮夸系的代表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也那兩下意思係乜嘅？是我的最愛，一生摯愛。為什麼？你就覺得我們看到龍蝦有沒有想到你老公？炸裂自家。我们这边有消音的，因为我太自尊心大受打击。我觉得自家有掌握到一些關鍵。泡泡該皮有聲音是曹偉啦。要夾哦。兩記咯，風2記咯。慢慢來。哎，其實講學材哦，去雞骨頭2天10斤，好像不是蠻力就能解決的。對，還有技巧，2片都差不多咯。哎，我覺得自家有追上哦。反方向走的。咱的檢查又難冇難，所以你要走開。好。不要。好，小心。哎呦，它這個斷在裡面，團在底。哎，你可能係鈣皮。過來不要弄到。個頭翻緊，有冇翻緊？唔怕。好，師傅請就位，風水線來。好，放完剪。
做得起这样会爆盘哎，鸡包式，可以吗？啊，好的。稍稍来看一下蓝水。好，往两片哈。其实很难哈，骨头刺到就会皮就会破。哦，好，冻番筋，全部都冇烂。全部都冇烂，冇冻明显啦。虽然係冻番筋，不過風吹還係非常非常嘅勁。恭喜你都得到一分。全部人先知道風吹係3分20秒，藍吹4分19啦。第一關 PK 賽當中哦，個個得了1分。小可以休息下，看一下齊師傅帶來乜嘅澎湃嘅，我哋留睇之後分享咯。主廚數路菜。多人的節目當中呢，只有徐師傅可以超越他自己啦哈。今日帶來一個菜色啦，厲害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說。不過先老太太講一下，剛才是1比1哦，因為各位的才藝競賽都不是在料理嘛，對不對？1比1，等一下有隨堂考哈。好，今日帶來的菜名係乜嘅？梅菜桂花炒龍蝦。哇，桂花梅菜龍蝦，所以要好好介紹這個梅菜嘛。我們介紹龍蝦。龍蝦。哇，主角哇！哇！啊，你係洋蔥，也係香菇，哦，啊，你係梅乾菜，啊，梅乾菜洗好嘅時陣，佢剁到油油咁樣嘅，嗬，油油嘅，啊，你係桂花。哦，有冇講錯？你係卵，點解做桂花？一定要咩？類似炒過以後細細的，像桂花的樣。做出來像桂花。哦。成敗關鍵是炒尾音啦，所以你等下讓佢炒。好啦，好，我哋先切。一個龍蝦有1米要幾多錢啊？你要冷凍嘅係便宜啦。咁有 detail 我不用去嗎？冇，那去切切。那應該要先。你要是啊，我們知道。摸足啊！他真的要吃，阿陳導演。阿成，你係做哪方面嘅自媒體啊？我係就拍 MV 啊，還有小嘅研究訓練嘅，還有客家話嘅，講客家話給你。但是我覺得你今天穿搭蠻用心的呢。生活地都傳一個啊，都傳茶嘅。他是很落實，改個成班跟母語跟在地，對不對？反播。你下料皮都沖透咧，全部係切油油啊。切油油。但想看師傅要用皮料，大概就想得出來這個梅菜桂花炒龍蝦用辦來做嘛。我覺得錄音劇感覺知道。師傅提啊，人哋講唔抵呢，唔抵啊。你是不是浮誇系的代表？是啊，我一眼就看出來了，對不對？冇人啊，迄木卡開心果，對嘛？來哦，往兩片啦要開海中霸王咯。睇我有時間要去轉嗎？我看有些師傅基本上用轉。哇，你看看哎呦！我現在可行今天都吃素，我海鮮素全部排噶。好，小李啊。要剪了。哦，又要剪了哈，剛才剪雞翅的陰影還在。我們可以一起蹲成了點球啊。馬上從你哪裡哈？自家。兩摸骨頭啊，兩摸骨頭咁拍哈。哇！啊，凍氣怎麼樣好啊？哇！是沙西米還是？基本你要會做用鋪嘅。哦，所以你要龍蝦按到馬改啊？水姑娘。哦。你是在誇獎我們如雲姐嗎？水果你。哇，收到。中的。今天偽單身。哎，挑咩會用啊？係，我等下挑啊，就去鋪。哦。好，等下副椒，拍副椒，一點挑一下毛。係，然後米酒，然後ram要學起來哦。心力平常去會煮菜。會。會啊哈。主人會心力交瘁。他不會做。對。好，然後地瓜粉。地瓜粉。而家等下有鋪啦哈。好，像你啊冷油的時節是半啲下去咧。哦。你在做炒蛋嗎？係炒蛋。最主要係要緊攪啊。係，不緊攪，經常會有顆粒，時差唔多鋪落去罐頭咧，不緊油溫那用因為我等下還有第2次炒，所以我炒到從按用時候咧，不緊半凝固時候咧哦。小朋友最好學那種卵咧。好，像你差唔多咧哦，成嘢哦。炸龍蝦頭，應該是。真的推蠻遠的。你都會扭個哈，你今天都會扭個。等下挑是還有肉。佢最好。哎，其實頭的肉不會比身體少哦，它會夠。還好啦，太誇張了你們。
可是为什么要炸呢？因为这个我想要给它做成头，就是让它可以吃，不给走的蟹。什么味会合风啊？哇，这个声音，那只抛为啥？两下系问起时代了。哦，眼镜糖哦。西方俚语的本。你要念英文，我期待你念英 You 文来 are。my lobster. 等一下再一次 Lobster. ，lobster。英文老师了不起啊！念那两下意思系嘛解 ？A. 学习榜样 ，B. 救命恩人 ，C. 一生挚爱。先莫讲妈。先猜拳，先猜拳，猜拳。不好意思。那现在妈妈跟那个阿成导演猜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是我的最爱，一生挚爱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，我们看到龙虾有没有想到你老公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你老公属双鱼座，是。双鱼座跟龙虾。对啊，鱼是被那个箭射到。所以你就是捕鱼的人。对，所以那个龙虾一定是我的最爱。对。OK，咱做一个想法咧。他可以拿走。A 学习榜样，我探看一下最美正确嘅答案係 C. 一生挚爱。更严谨呢，因为龙虾是动物界最浪漫、最专情，一生只会跟一只龙虾配对，所以是代表很专情的一个动物。哇，你这个理论是对的。好，我两片咯吼，两向去草本去向，先草本去向，然后破龙虾。龙虾用泡味哦。好诶。等下落去较新鲜的炒的时间，较自然容易可能冻结熟哦。冻结。像炒安樣料啊，要香唔出來，洋葱變下嘅，上緊新香料先炒，跟炒機香時候咧。哇，那个龙虾，这个要是盐酥鸡店我卖这个，你知道卖多少钱？1000块。啦。啦哦。啦哦，所以下次再帮我準備。还有一块。对，一生挚愛。不要浪费。呀，魚乾菜，那一波我凍結點咯。我家里面这你看只有买龙虾回去料理哈，因为它比较功夫嘛。因為喝喜酒的时候，猜啦，什么时候吃新力的喜酒？他很有想法。心里要等就是看醒啦啊。啊，看 Q 辣中的咯。对，看醒啦。看醒啦。調味鹽巴糖胡椒粉。所以假設係蛋腸咧炒鹹菜乾時節，它油就要很多。係。紅lauжан泡了卵，它係，像你卵要啊，沖去嗰邊，要是大概做大概卵蛋白，有，你看按時從就看從來就底下做個桂花，有哦，很漂亮。你係串燙嘅台菜呢？剛開始凍醬又該金黃色的桂花。T 8坤按钮住，你很適合當蝦鬆哈。本睇下看一下。哇！梅菜桂花炒龍蝦。安永就好食咯。先不你师傅一个重赏。耶！来先不留下你的重赏。真的是师傅啊 ，You are our lobster。哦 ，Our lobster， 那我们就一起来 lobster 一下。吃龍蝦，吃龍蝦。我想說吃龍蝦不能點眼油。那就棒翻呢。哇！这个 lobster。哦。而且哈，肚后楼的按钮炒蛋下去，它的口感很有层次，最主要还加你还加泡出来，然后它那个汁都缩在里面，那个一咬下去，那个味道哇炸开来这样。炸裂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泡菜都有客家精神，真的懂厲害。自家覺得呢？我唔知泡菜要發出安尼做料理，因為從小食嘅時間都係空用啊，冇就會痛安尼。有蛋師傅，我覺得就是以後不要就是給你壓力那麼大，只抓一隻啦。對嘛？好，
吃起来鸭跟龙虾之后呢，台下都不卡做了吃周坤呐。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要拿台下更厉害哦。目前的比分呢，係2-1，鼓手蓝队有够加油咧！加油加油！马上来进行最杯谜语馆嘅挑战喽！家家出好菜，两嘴照定只听嘅题目，第限定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最杯谜语馆家家出好菜，看到一個百寶箱又掉上來，到底咁樣來比呢？好，緊張咯！不是用變的，不是用變魔術的方式變出來。原來我嘅鼻尾部分哦，盧雲杰老公都不知道他藏什麼秘密。私房錢。哎呦！好來，3、2、1，搶快歌！哎呦！甜板超好吃哎，简简那婆婆話就好哎哎。呀，粉都有蹄條粉啊！好。哎呦！來，盧雲姐。是，先來看一看風吹嘅想法，用下你客家人嘅甜板，人家都用來做法的。鹹菜年糕交響曲。交響曲嘞。伊有你調的話就會補嘅，它就會苦啊，就同那個同那個連神共用啊。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給你李炯吉尬自主的記憶，跟媽媽創造難得的回憶。對，他第一次上來台北找我。第一次。盧雲姐，為什麼你都沒有上來找他？佢唔會煮飯啊。哦，他知道你這樣在節目上爆料他。誒，冇要驚啊，佢聽唔知客家話。因為有字幕。風吹嘅想法，用下你客家人嘅甜板，人家都用來做法的。鹹菜年糕交響曲。交響曲嘞，就是有甜的有鹹的共一起在一起。共鳴。沒錯。共的時候其實不用蹲一下，你知道共哎呦。就跟你老公共用。哦，好啦，最杯謎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稍等下來看一下，咱除咗兩位當位長工都會創作嘅後生，自家敦成，今日拿出來嘅甜板做乜嘅料理？冇蟹綠，還有蔥餅。哦，我們這邊才是真正的交響曲哦。哇，很厲害吼！而且冇蟹綠咧，係拿起來，刁難咯，명산咯，醬油嘅哦。嘿，多難的。不過係你就是一個嘅嗎？朋友送本來嘅。朋友送本來。算一下交通時間不太合理，如果是比較辛苦嘅。因為個炸要很早，一條忙出來就要先過嘅。佢有你調嘅話就會補嘅，它就會苦啊，就同那個同那個連神共用啊。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現殺竹筍嗎？錯。哇，動起台呢，你看已經可以去殺那個柚子，現在要殺竹筍。係啊。好，水妹一罐的哦，你要走出來的菜苗按的嘛？無下溜年糕餅。哦。聽了趙安可真的我會很清醒，因為重新學習。嘿，水妹一罐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好用下甜板的變料理，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沙開始了，開始走咯。這個炸年糕甜板真嘅濃厚食啊！福相的分享一下哈，你都會做嗎？我覺得甜板點樣給鋪出來真好食。是吃鹹的。沒有，它就是鹹甜Q哈。但是還沒，因為艾福卡好像用做個麵醬。就是做那種就是酥炸的，對，炸年糕。哎呀，哇，過年的時候，尤其吃完飯，哎呦，又另外一個胃可以塞它了。真嘅。哦，來，我很擔心心力的部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的手很長，給全部搶走哎。我意思係講，你今天2位姐妹都我對，對不對？你是姐姐還妹妹？我是大姐。你是大姐。對。所以是扛下了這個責任嗎？一言難盡。啊，你都係怎麼嘅讀出？因為三家妹兒啊，怎麼嘅係太子嘞？為什麼？裡面阿來宣傳啊。哦，花布啦。對呀。客家花布 IG 有買到銷簽咯。天公作花。哇，好美哦！哇，那想問一下哈，因為料理嘅節目除了講小之外，你都係做乜嘅想講？哎，甜板愛撈鹹菜結合咯。以前啊，然後嗰時候咩，去安度生意咧咩，
就鹹菜一天放較多飯，可是杭州飯飯懂好，真係懂炒飯啊懂炒飯對啊安樣，特別我就冇乜嘅人家好食，超就安樣啱啱就切了就安樣食，懂好食，吃吃吃了。吃懂好食你。本來未做得起就起來，真的啊較熟嘅。你怎麼感覺對咧客家文化有那種重責大任？因为在台北打拼真的蛮辛苦哦的。所以你是北漂？对，北漂。那北漂你還冇讓媽媽窮下帶，妈妈在苗栗，就假日才回去啊所以。你看，Gimme 利用一家自主的衣服，也跟媽媽創造難得的回憶。对啊，他第一次上来台北找我。又攀了，第一次。如雲姐為什麼你都沒有上來找他？什麼都發生什麼是剛事上來嗎？是剛上來的問題嗎我？想要泡水。我們先過去啦，等下說都這裡很多故事可以聊。好，待會再聊。來，現殺竹筍愛愛群。應該係乜意思？你要糯米蔥啊？係啊，同埋已經做到東西。你是不是要做類似像是厚切牛排那樣？我同一個油餅等下去夾強下。哦，咩件呢？爆嘅啊！啊，來，看一下那旁邊認真的男來人。這邊比較安全，來 Kiko 來。決定。這個是煮妞阿成導演平常是不會煮菜嗎？有啊，我煮你都有煮飯啊，但你都有煮飯，誒，煮給女朋友吃。佢唔會煮飯啊，哦，他知道你這樣在節目上爆料他。誒冇要緊啊，佢聽客家話，因為有字幕。今天梁生嘅分工當中，嘅角色係乜計？對啊，你到底是負責哪一部分啊？切菜。確定？誒牛雜勁厲害嘅，58線啊，唔是 sale，是介紹。 58型。志佳，你現在是不是有在讀那個相關的科系？對，是什麼樣的？我讀兩間研究所啦，台中教育大學嘅台灣語文呢，哦，台灣語文上系。學哦。雲林嘅客家嘅副士論文安尼。你一天是有48小時哈，對啊，如果闖夠，就會闖州，還有 talk show。還要談戀愛，要煮菜。對啊，還會下狗。好，那個炒類啊，係啊炒嘛，炒。所以這樣子的量就夠了嗎？係啊，後生大家都加一些唔怕。你就等一下，安尼你還還蠻錢呢？可是你這個辣子味要是薄到春卷皮底都扣呢？我們沒有春捲，我們是蔥油餅。蔥油葱油餅。蔥油皮底都會跳辣的吧？不切咯，會唔會按到啊？你該東西係有乜咯？嘅工作，我來參加一家資源，有乜來說明的？因為佢仲好煮菜。學那種煮菜，因為就阿嬸仲好那種自尊情。哦，他喜歡子孫情。自尊就情。就講同阿公阿婆搶交嘅時間啊，同到時間你唔知講用飯去講乜嘅話題嘛？借由料理。煮飯就係一個同好嘅一個好增加你親子關係嘅一個好嘅一個媒介啦。都在搶阿婆講唔用的砧板的啊。好啊，但是我要先按捺一下，你看佢愛用一千幾千慢慢來節目強下來。我切安排酷了會。太厚了嗎？個安尼啊按，C 哦，按 C 哦，係做沙拉哦，哦，做沙拉哦，沙拉哈。不是這種竹筍的可以直接做沙拉。錯，即係直接吃了，正有名嘅五海綠，直接吃嗎不？可慮啊，志佳，我這邊讓你收拾一下。我們等一下再過來，看那邊好了好不好哇哦，對啊，想擺喺家整的嗎？冇啦，冇啦。哎，剛才就講姓他走的啊，姓李啊。行啦，工作呀，對哦，行啦，周圍。所以你行業係專門做發譜的創作係嗎？不是哎，主業嘛改。主業是客服護理。做客服的。對。我懷疑你講會哦，非常係乾曲。什麼意思啊？好湯啦，好湯，舒服。好湯舒服。謝謝。那係外來客，外來客那個人都外來客，外省人加客家人要外來。你是混血兒？是的，可是你很感覺像是純的。純的。哦。香港啊，不卡懂厲害嘅人哦。還有講出了講出來1碼3。我姐吼，張學友。我太姐，姐，我太姐吼，天文地理動外。哇。各位，我聽你嘅姐姐係客家嘅客語宣傳師，佢特別就帶出去全國比賽，
1到3秒全部去包。哇，那以前没开补习班，哇，线上的偷假。他们家都是冇啦，係啊，冇啦，咁樣做得成法就好啊，嘅。你到底要講做乜嘅？冇來台北開機嚟冇？你嚟台北上節目啊？哦，這原本一家自主咧。係啊，怎麼小短因為安放你了？有秘密哈？大家回去就完蛋。哦，要是那麼，姐姐这个边边最好吃呢，這個有脆狗嘞嗎？走得起的，它本來是走得起的。這樣我喜歡吃那種有加紅豆的。哦，哦，挑飯，哦，挑飯。这你要加熱辣椒可以嗎？可以啊。還有我們交情不是很好嗎？真係是的成分飲強好。可是年糕就是會黏對啊，所以等下該料炒好是不用當背時候咧，點起來。它那煎哦，你要不要先吞好再？有難度哦，有難度哦。那可能給人家凍緊。不然我們先過去一下，這樣好，再讓他們捲一下，好，太好了。加油。哎，我們開始走蔥油餅呢。係啊，等下變扁面了，扁面了，再合帥哦，帥哦。哇！你臉紅光了。冇啦，可以放在冇個啦，冇個豉油嘿。鐵砂掌。我唔嚟上嘿。你大伯都講啊，我好外向哦。他會有時候叫你說，你可以安靜一點嗎？因為他還要存活。扁面了，扁面了，帥哦，帥哦。哇！用白煙，用會有一些些好啊，就蠻漂亮的。很像蛋糕哎。你煎的時陣要一直轉啦，一個受熱讓個皮。還是你做多層一點，變成波士頓派啊？誒，做得，他們波士頓派被做得咯。係啊，一層哦。一層。所以你下梁上已經窮下創作那個趙安克的雞肉，窮下雞肉。哇，還有乜嘢？香半天。地杯要年糕，要泡菜，泡菜。誒啱嗌嘅係唔會辣嘅，加固嘅會辣嘅。啊，竹筍要加落去嘛？竹筍100毛，冇你愛做乜嘅？沙拉大啦，上學啦。哦，分開來係嘛？分開嚟嘅。但是一起炒應該也蠻好吃的，對不對？應該未係。對因為啊。香香憨憨的啊，蒜蒜。其實我們暗示的蠻明顯。我覺得想要炒誒，好啊好啊。哦，應該年糕放落去，佢會該會結絲呢？係啊。係冇？哎，來，試看呢。你會加調油哦。重盤的哦。哦。再一袋。你幫你地嗎？烤頭，拿來烤啊！藝做得帶正藝烏下。好嘞。冇事情了。冇事情了，還有一袋兩袋啊。你愛嗌嘅。哦。冇事情做嘞。哦，2種口味嗎？不是，我們是同一組裡面也在競爭。哦。就是關馬上見得下好。因為最後獎金還是要分嘛。哦。所以應該竹筍眉毛千副冰落去。係，咪？我一般去做沙拉誒。一般。好。期待哦。哦可。能有點燒哈。生意哦。全村的希望已經出煙咯。你生意哦，你春2地天哦。好。我們我們去看那邊好不好？啊，可是鹽呢？那懂後色的。哎。對呀。我上一次吃的時候是在那個阿娟姐。還有啊。我們做那個鹹菜最有名，阿娟姐。阿娟姐。盧雲姐。你其他妹兒係到台北也係到苗栗啦。他也到台北，天也到台中。T3那邊都台中霧峰。哇，那你現在就單獨跟那個雙魚男談戀愛？對。哇，沒有人打擾你們當電燈泡呢哦。啊，你兩沙動集中會去哪位搞咯？哪位聊？佢比較宅男。佢講佢愛出去了唔怕。那你們絕配呢？一個係外向，一個係內向。佢大伯都講啊，我好外向哦。他會有時候叫你說，你可以安靜一點嗎？
会吗？哎，不会不会讲那么不会啊熟，不会呢。因为他还要存活。爸爸会录影，他说你看人没有提走嘛给啊娘。哦，但我觉得卢云姐很可爱那。你像是每天都需要一点时间放电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放电压力完，太大有吗？不是那种放电，会像狗狗没有放电，小朋友没有放电完也会。酸甜。哦，做因为做些下来跳跳的。大概。说这个要摆盘，要真紧就做摆盘等一下等一下的，真紧来改的，对副理，副理，你行到用两指处理下手嘞，出，处理下出，吸油，穿着他面呐，你脸红光了。冇啦，可以放在旁边，然后我来放。冇个处理嘿，铁砂掌我们来上嘿，安英石草，怎么变过去了？我的干净的，我的干净的，真的呀。好了啊，这个可以了啦。你那个煎100年也不会，因为太油了。它已经定型了，它会热到热油哦，真紧的。冇使用，我枸杞看下冷脆。这个，我都要改开，再给拿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把它加起来就好了。哎呦，你总来讲一下啦。哎呀，怎么没有等我们狗都在那边呢？那一块呢？哎，我那个的，我发生过啊，冇发生过。刚才不是有日式吗？不是，你们加太多油了。恰恰，啊，嘿啊，怎么啊？其实你剩下来的油是够了，你要不要先抖出来？然后 Kim 呢？对，不好意思，你看出我情绪有点波动。对，把油怎么会到那里呢？你现在是先出来。哦，先出来。好，油。太油了，两边都太油了。真紧的冲油饼，两片根本两片都冻离好，真紧。声优声优，要注意哈。不能直接在外面切片呢。要不莫会上小的安台上哈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倒数喽。好，大舅哦。天草马送了都酸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馆用甜板做出的料理，来部卡卡蘸掉喽。呀，最杯米馆呢，变化嘅菜色都用甜板啦，哈。先来吃看下你风吹嘅料理咯。耶！好，老鸭嘅泡出来是绝配啊，哈。哦，冻好鲜。因为人家南雪的姜板煮的甜诶，而且这白种咧含水的姜下来煮，而且它是包在外面，所以给口感它又每头都会一级棒棒。就唔会太油腻，因为这样甜。唔错，咸甜的就好。但是这个是不是每种在餐都有几条符呢？可以吗？适合吗？还有 m o k i 的层次。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，冷水鸭片改葱油饼了哟。好。对，葱饼煎的很好哎。谢谢。竹笋很清爽，很有创意。即係鹹菜同埋鹹菜冇姜夾。冇姜嘅，也好可愛。吃到来讲一下，觉得自己做怎么样？四分皮還有那個炒肉嘅部分嘛，裡面有香還有加那個辣椒嘅安尼。但是感覺大家應該冇試出來。有啦。其實我覺得，雖然剛剛我們演繹得很浮誇，不過 Shloki， 哎呦，也是餐廳大菜耶。好，人家大家都學體還有共譜也好，就是比較現實層面的事情，就是該下冷水還是要一份聽聽，風水係兩份，最尾結果形容乜咧？稍稍嚟看哦。好，剛剛頭前呢，風吹到南吹2-1哦，來看一下師傅風吹搶分數。哎呦，5分，加上2分，7分。要不你們就要滿分。對，冷水連下壓力動態，又要預告會算嗎？感受到這個得到幾多分？為什麼吧？是都會養。哎呦，那個是什麼？那個是誰送的？心理先送。提前上送不來。你懂他先送你是說，等一下莫甜乾苦，不要太傷心。哎，就會打面鬆啊。哦，吧。見盡最尾的選擇了，都看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哎呦，4分，沒做得。好，先談師傅用的公平。可能是該煎該天板溫度有點調水，對，應該要把它煎得脆，地板都軟，對，這樣會分數會比較高。哦，冷腿兩片該筍子，我覺得
特色没有把它发挥出来，然后去切丝，用慢，然后去穷它炒，包起来你切。好，来谈看下凤糕。按下无不甲红队学高分的魏美师来讲吼，佢甜板係甜的，鹹菜有點樣鹹，食到真緊有上物個焦香去。你一片真緊凍到時候炒到全部都炒到凍吼，你鹹白啲整個蔥油點是咧，不用調到油咧，我食到個皮係油的。韓國家下面要講啊，先煎好了以後再夾起來。嗰時候吼，本佢係個油逼出來時候咧。但是共通嘅都係穿些客家文化，对，但是都是专家。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去了颁证喽！耶！恭喜！成绩已经出来哈，很开心啊！你看我们陈导都已经心花怒放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会重新剪辑这一集，变成他是赢家。好，馮翠得到7分，藍翠得到5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的價值金添呀！謝謝。盧英姐，你嘅表情下泛起下感覺啊！喲呼！因為今日要參加一家之主。等我一下，我們先頒獎。先頒獎。哎，錯，因為啊，咱最電動叫咧非常厲害，係316蜂巢不鏽鋼雙鍋煮，我送本223。恭喜，我生日哦，要不過會得睇咯。哇，哎，這對你們來說太實用了。對。好，先來談下盧雲姐，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老太講一下。其實今日我參加一家之主啊，哈，你因為我冇嘢啦，結果請我嘅時候，好啊，來吃看啊。哎呦，給伯謙那麼帥，我們的明珠真的是太美了。我同日都講。我來一天視台看見，唔係到天視台安陽看。對，大家一定要來參加呀，真的當好。很會勞力宣傳。哎呀，你也可以做經紀人呢。係冇？恭喜！心裡面老太分享一下。一直很想看到明珠，因為他用很多語言主持典禮的時候，在我心裡一直有這個印象。然後我也希望就是到各個世界的客家的總會，然後也是用不同的語言跟他們說，哦，我們台灣也有客家花布，然後就是請認識台灣。對，謝謝。哇，抱一下，粉絲跟偶像，快點，抱一下。好，那我下一次主持要穿你的衣服哦。好，恭喜，小鳳大家3點下來，那個金曲歌王之家，算是第2次來參加，就蠻冇強勇嘅感覺哦。今天就是婚後了啊，就乜嘅都唔是凶，反正就漲就抽呀。啊，你都創個人有興趣，然後你下對煮菜咪開始展開自己的興趣。煮飯那種東西同創作係有相關的，故說十分歡喜來參加了個活動。其實講到你嘅傳承啊、文化還有音樂啊，你真的會變動眼鏡。對，這是我希望就是我們節目觀眾看到之後，每動都還有上音走再加入這個行列，好不好？謝謝你。跟陳這個也黏太久了吧？對啊，哇，這個是真愛了。然後大家混用呀，參加感受。台灣歪，台灣歪掉了。母下嘅時節都有在看客家電視台，我知道客家電視台本來做得好客家話係東河嘅電視台啊，你下啲做一個歌嘅，我做得。是看那拍菜桶啊，按用做的，还会上網打片練習拍菜桶誒，尋夢兒，我覺得最愛尋夢嘅係敦誠，還有自家帶來某種人趙安克，我下小糖豆誒。真勁，其實可能係我們這一季踢足，之前好像沒有嘛，看到做在安妹講誒。除非邀請我們共同的佩萱來。對，所以你們要常常來哦。下一拜嘎嘎鼓同佩萱，你們也認識佩萱？哦，是啦，她比如雲姐還嗨哦。對啊。果然都是才子才女哈，真不甘家。係啊，兩位哦，兩組面哦，呢度節目當個除了好高分享不開好美食之外，就係創造彼此之間互相的感情，歡迎所有朋友夾來了。一家之主帶你共下來到別報名分享兩部卡，神奇故事好料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張羅。